歡迎嚟到東華三院學生學校 ，Welcome to Hot Shan School。大家好，我係陳世剛校長。我哋嘅校訓係勤儉忠信、立己立人，而我哋嘅 HSS 精神代表住 Happy and Harmony、愉快校園、STEAM and Self-Learning、多探自學，以及 Strive for Excellence、追求卓越。而呢份價值觀，正正就係帶領住我哋邁向卓越同埋成功。讓我哋一齊見證我哋嘅孩子們如何追求卓越，面向世界。Hot Shan Buddy，Let's go！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同埋能力，培養學生對學習英文嘅興趣。本校設有3位外籍英語老師，其中1位更係我哋編制內嘅常額老師，實行外籍老師本地化。學校透過英語遍校園計劃，舉辦多元化嘅英語活動，包括特色課 Fun English、逢星期3嘅英文日、節日慶祝活動 Book Character Day， 同隔離 Calais School 嘅交流活動，仲有英語大使訓練啦、劍橋英語班、英文話劇班等等，積極營造多元豐富嘅英語學習環境。學生學校着重學生嘅全人發展，希望每個學生可以體驗豐富嘅學習經歷。我哋主張上午學習，下午遊歷。上午會透過多元化嘅活動，學習核心課程，令學生多思考、多參與、多展示。下午我哋會按照學生嘅需要設計唔同嘅校本特色課程，而當中我哋都會邀請唔同嘅專家入課，等學生唔使外出都可以喺學校體驗唔同嘅體藝活動。學習唔一定喺個班房入面，可以喺任何地點、任何時段發生。眼前呢個充滿綠意嘅圖書館呢，係由我哋嘅學生參與設計嘅喎。咁我哋期望喺呢個自然嘅氛圍之下啦，同學仔可以舒適咁樣遨遊知識嘅世界。同時圖書館都引入咗先進嘅 RFID 系統，實現自助借還圖書同公共圖書館嘅服務接軌。除此之外我哋學校亦都舉辦咗好多多元化嘅閱讀活動，期望我哋嘅小朋友係通過閱讀嚟擴闊自己嘅眼界，最終令到佢哋認識呢個世界。我哋學校嘅 eSports Space 結合咗運動同埋電競，希望可以提升小朋友對運動嘅興趣。入邊我哋有2款唔同嘅攀爬架、電競單車同埋滑輪跑步機。而當中最有特色就係我哋嘅旋轉攀石場。呢個設計可以俾我哋喺有限嘅空間入邊都可以做到攀石訓練。而今年我哋更加引入咗一個 AI 運動嘅程式 Robo Coach， 佢就好似我哋嘅一個隨身教練，將學校嘅訓練無限延伸去到屋企。我哋最終嘅目標係希望可以俾小朋友輕鬆達成世衛建議嘅每日60分鐘中高強度嘅體能活動。希望我哋可以善用科技，為小朋友嘅健康同埋未來一齊努力。東華三院學生學校積極推動 STEAM 創科教育，引入物聯網 IoT 嘅概念，實踐 Care、Connected、Creativity 3C 精神，讓學生透過任務式嘅學習，掌握科學與工程嘅應用，培養創意與合作嘅能力。喺人工智能教育方面，我哋引入 Sandstorm AI 機械人同埋 G2 機械狗，讓學生學習 AI 視覺、感應與編程嘅控制，提升邏輯與領導能力。學生亦會參加各項嘅創科比賽，從實踐中磨練解難與堅毅嘅精神。學生學校以創新科技為核心，融合 AI、IoT 與機械人學習，啟發學生嘅潛能，培育具創新思維與國際視野嘅新一代。喺東華三院學生學校6年嘅小學生活轉眼即逝，回首呢段難忘嘅時光，我心中充滿咗對母校嘅感激。喺呢度，我唔單止喺課堂上面吸取知識，更加透過學校提供嘅各種機遇成功蛻變。例如我喺合唱團同埋英語話劇裏面學識咗自信同埋團隊合作。作為一名風紀隊長，我深刻體會到何謂責任同埋承擔。而參加英國遊學團亦都擴闊咗我嘅國際視野。仲記得當時我哋帶住4科帽喺牛津大學大門影相留念。我希望終有一日可以真真正正成為一個牛津大學嘅學生。呢啲寶貴嘅經歷都係喺度為我哋嘅未來積極裝備。如今我即將喺協恩中學繼續追求我嘅理想。我深知呢個世界變得好快，唯有擁有紮實嘅學識、良好嘅品格同埋健康嘅身心，
我哋先可以無懼風浪，創造屬於自己嘅精彩未來。期望透過我哋學校嘅課程規劃、配套設施，協助我哋嘅學生能夠追求卓越，面向世界。校長，拍完未啊？過嚟打波啦！拍完啦！